美国职篮 NBA 洛杉矶湖人球星詹姆斯 （LeBron James） 今天砍下36分与10篮板，在队友打出本季最差的首节成绩后，率队急起直追，中场以123-107击退芝加哥公牛，终止5连败。湖人板凳球员卡德威、波普 （Kentavious Caldwell-Pope） 攻下24分，库兹马 （Kyle Kuzma） 贡献21分，朗多 （Rajon Rondo） 缴出14分与10助攻，麦吉 （JaVale McGee） 得到10分与11篮板。公牛的罗培兹 （Robin Lopez） 攻下20分，小波特 （Otto Porter Jr.） 得到19分与9篮板，邓恩 （Chris Dunn） 1助18分、7篮板与9助攻。雅契迪亚克诺 （Ryan Arcidiacono） 取代因膝伤缺阵的拉文 （Zach Lavine） 先发，得到14分与6助攻。湖人第2节开打不久落后多达20分，打到第3节剩下8分48秒时，库兹马上篮得分取得66-64领先，这是湖人今天在投进第1颗球后首度超前。库兹马前2场比赛因为脚踝受伤没有上场。之后，公牛领先8分，但湖人又追赶上来，攻下第3节的最后16分，以98-84进入第4节。公牛拿下第4节的前8分，比赛剩下8分38秒时，将比分追到96-100，但湖人拉尾盘打出一波10-3攻势，以2位数的差距一路领先到最后。湖人首节只拿下16分，公牛拉出一波11-1攻势，以18分的领先幅度进入第2节，接着比分优势扩大到20分，之后湖人吹起反攻号角，在华格纳 （Moritz Wagner） 命中1颗3分球后，比分追到29-38，差距缩小到个位数。第2节剩下2分7秒时，湖人将比分追到仅差4分。中场休息前，公牛以60-55领先。公牛第1节3分球投12中8，全场3分球投27中11。